今日嚟到會展中心嘅一間老牌眼鏡店茂昌眼鏡。出咗地鐵 B 出口之後，就跟住我行啦。呢間鋪真係超方便，無論你喺羅湖過關定福田過關，一程地鐵直達會展站，完全唔使轉車。過福田關就4號線直達，過羅湖關就1號線直達，成個路線真係超簡單，完全唔會蕩失路。行到去卡馬王子記得靠左邊，再過一個大鋪位就見到茂昌眼鏡大大個招牌啦。茂昌眼鏡係開咗好多年嘅老品牌，好多香港朋友都係佢哋嘅熟客。最近佢哋仲做緊粉絲專屬優惠，老花鏡只要79起，國產漸進鏡片原價199，活動價只要159，仲有298、398嘅套餐專區，一個價錢包齊鏡框、鏡片同附贈嘅眼鏡盒，冇消費陷阱。而且而家滿300包郵到香港，滿600仲送太陽鏡一副。蔡司豪雅漸進3.5折，豪雅特別優惠199連鏡框，港幣1對1。我哋而家開有一嘅漸進鏡咧，原價990蚊嘅，咁而家做緊優惠特價係包埋鏡框係做199呢個價錢，咁啊鏡框加鏡片一套落嚟199蚊，超級優惠呢個，從來未做過咁平個價錢嘅，原價480蚊嘅，咁我哋而家咧做緊159蚊個優惠特價，仲送埋鏡架，即係國產漸進159鏡框加鏡片一 set 個，超級優惠呢個價錢。而家咧國產嘅漸進鏡做埋變色，原價1380蚊嘅，我哋而家做緊特價係259蚊。一 set 仲送埋鏡架嘅，超級優惠呢個。中意潮流輕型款式嘅朋友要留意，佢哋嘅日韓手工鈦金屬鏡框，折後只係499，款式超靚，戴起完全唔覺有戴眼鏡，日常長期戴真係好舒服。所有進口大牌眼鏡喺呢度都可以揾得到，唔同風格任你試，無論係簡約、復古定潮流款，都揾到你心水。講翻服務方面，茂昌真係幾有料，佢哋有專業驗光儀器，由經驗豐富嘅驗光師傅親自幫你測度數、校光軸，配鏡前會詳細解釋鏡片特性，唔會亂 sell。佢哋有一站式嘅製鏡設備，驗完光即刻整鏡，最快30分鐘就可以拎走。出去食個飯或者行下小食街就有得攞，真係好啱趕時間嘅朋友。鋪頭所有鏡片都有官方授權證書，店長仲親口講假一罰十。咁多年嚟，茂昌嘅誠信同專業真係有保證。如果你啱啱想換新眼鏡、驗度數或者想試下高質又唔貴嘅款式，真係可以嚟茂昌眼鏡睇下。